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箴言第8章第4节到21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15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者。基督徒要追求智慧，但不是属世的聪明智慧，而是属上帝的智慧。所罗门的智慧之言一再地强调，基督徒应当追求上帝的智慧，透过敬拜上帝来得到智慧。因为当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，智慧就在呼叫我们，我们接受了智慧，就会脱离愚昧。追求智慧者应当要走在上帝公义的道路上，追求公平。箴言第8章第4节到21节，圣经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人类啊，我向你们诉说，我向地上的每一个人呼吁，你们幼稚吗？要学习机智。你们愚蠢吗？要追求见识。听啊，我的言辞美妙，我的话纯正，我所说的都是真理。我憎恨虚谎，我的话是真实无畏，没有歪曲，没有乖谬。对有见识的人来说，一切清楚；对通达的人来说，一切明确。宁愿选择我的训诲，不取白银；宁愿接受知识，不取金金。我是智慧，我胜过珠宝。你所追求的没有一件比得上我。我是智慧，我有见识，我有知识，有健全的判断力。敬畏上主就须恨恶邪恶。我恨恶骄傲、狂妄，讨厌邪僻和谎言。我有计划，我有才智，我明达，我坚强。我辅佐君王统治，协助统治者秉公行义。地上每一个统治者都依靠我，执政者和贵族都借着我掌权。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；寻找我的，一定找到。财富、荣誉由我施予，恒久的富贵、成功也都在于我。你从我得的，胜过金金，胜过最纯净的银子。我在正直道上行，我在正义的路上走。我把财富赐给爱我的人，我用财宝充满他的家。在信仰上，我们谈论智者，并不如东方人所在说的智者要善，而是要更学习谨慎的言行，不可像那个愚昧的人一样。智慧者是敬畏上帝的人，因此就要以诗篇、圣诗、灵歌对唱来赞美主。以弗所书第5章15节到20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：所以你们的行为要谨慎，不要像无知的人，要像智慧的人，要善用每一个机会，因为目前的日子很险恶。因此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。不要酗酒，那是会败坏的人。要被圣灵充满，要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对唱，要从心里发出音乐，颂赞主，向他歌唱。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父上帝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啊，你说吧，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会怎么样呢？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
那么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了。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，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，激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了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因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。我们像是鸟儿挣脱了猎人的网罗，网罗破裂，我们就得自由。我们的帮助是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专心的追求属天的智慧，远离世界以及愚昧的作为，行走在公义与正直的路，以生命来颂赞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